請香港 TVB 紅星黃浩然。今次呢個遊戲叫做唔聽你講，大家準備好未啊？喂，咦，慢啲喎，咁你話算唔算數啦？哇！洗頭水廣告喎，再嚟啊！快啲1、2，佢係要同你 sell 一 sell 佢洗嗰隻洗頭水。有冇啲招牌動作㗎？嗰啲即係耶啊嗰啲咧？胡臉派，胡臉派。係啦。哇，看來你很有經驗。是的，我去拿手機。好過分啊！我哋藉住即係幫啲來賓咧係影啲相，推廣一下呢個中文戒煙熱線服務，等我哋可以俾佢一個鼓勵嘅支持，幫助佢戒煙。呢個遊戲叫做成語動作王，4個字嚇。而好似已經唔同咗咯喎。頂天立地。我相信佢係頭先我做嘅時候有觀眾睇到。聞咩起舞？聞雀啊？雞啊？聞雞起舞。哇！我都覺得好犀利喎。竟然兩個又中咗啊？係嘛？翡翠互動嘉年華真係好玩啊！大家嚟玩啦！戒煙熱線聯同 iCanQuick.com.au 鼎力支持2014年翡翠互動嘉年華。如果你需要戒煙協助，請致電中文戒煙熱線1300 784 836或瀏覽 iCanQuick.com.au/Chinese。